近日睇到好多人喺度討論，究竟應該係叫白話還係叫粵語？其實不管你係叫白話還係叫粵語都冇錯。之所以學術文獻上統稱為粵語，一係因為中國古代將長江以南沿海地區稱為越南個越或者係粵語個粵，而《漢書》更加係將長江中下游以南嘅沿海地區稱為南越。直到隋唐以後，先係將江浙稱為越南個越，而將嶺南兩廣稱為粵語個粵。由於嶺南兩廣都係以廣韻文字發音為主要語言，所以就將嶺南兩廣嘅語言稱為粵語。而係因為如果文獻上使用白話一詞，好容易產生混淆，因為白話唔僅係粵語有，仲有蘇州白話、閩南白話等等，所以文獻上一般都使用粵語一詞。而民間將自己嘅語言稱為白話，亦都更貼近生活，更感親切，所以講兩個叫法都正確。